2013年入行嘅佢，曾經喺2017年約滿咗簽約咗5年後離開 TVB， 轉到北京發展。問到從內地回流香港發展嘅原因，佢就曾回答：因為疫情之外，最大嘅原因係無線監製黃心慧 Amy 姐，因為 Amy 覺得我好適合我家無難事嘅一個角色，問我有冇興趣。Amy 姐之前嘅作品同成績都係有目共睹，能夠呢個機會係完全唔需要任何嘅考慮。另外亦多謝樂小姐，因為佢簽我去邵氏，最後亦好感謝珍姐，因為佢令到我有機會嘗試唔同嘅角色。提到因為有個明星爸爸或者係明星媽媽而獲得特別嘅待遇嘅時候，一些藝員都會極力撇開關係，直言係靠自己嘅實力上位，並冇任何得到益處於關係之中。但講求實力之餘，亦要靠人物嘅娛樂圈中，又有誰能夠拍心口保證冇從中得到益處呢？所以更顯得袁浩中呢種態度同埋追番說話更為珍貴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冇得介意嘅，因為對方點睇我係控制唔到，而且最緊要係我自己做到先係重要，千祈唔好辜負俾機會你嘅人。頂着明星家庭嘅光環，袁浩中都遇上其他明星二代啊、星三代啊同樣嘅問題。到底自己嘅成功係因為自身嘅努力，或者係因為家人嘅明星光環呢？對此，袁浩中相當豁達，選擇擁抱呢個星三代嘅光環。佢話：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有嘅，起碼認識我嘅人記得我係梁順燕嘅孫仔。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對我嚟講係好大嘅幫助。有網民指佢靠嫲嫲關係先多嘢做，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冇得介意嘅。因為對方點睇我係控制唔到，而且最緊要係我自己嘅做法。袁浩中喺2013年考入27期藝員訓練班後正式入行。早前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曾經提到入行嘅掙扎，直到呢一代我嘅家族表姐唔係呢一行，哥哥又唔係呢一行，就突然間覺得我係有呢份責任去傳承下去。入行係唔係為咗傳承明星嘅光環呢？都唔係盡然嘅。入行佢曾想過投身喺銀行嘅行業，但參加咗音樂與戲劇嘅課程之後，佢就發現自己其實係有享受幕前嘅演出。報讀咗音樂劇嘅課程，教授賞識，就俾予我演出嘅主角嘅機會。原來我真係有天分，真係有興趣，同埋有呢個責任，就決定投身喺娛樂圈。今日我講完啦，我係碧琪姐姐。唔經唔覺，我上載我嘅影片已經過咗100套有多，麻煩各位我嘅粉絲們幫幫手，俾我點個讚作為鼓勵，等我有勇氣繼續播我嘅影片。唔該晒啊各位，唔該晒。